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上个礼拜牧师开始跟各位分享有关信心的这个课题哈。那上个礼拜我们的课题叫做信心是看见与得着。那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是顺服与交托，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不同层次或是不同的面向所碰到的信心的学习。这个信心不是给你了，那就永远存在。你会不会发现，你如果手机用太久，你的电量会怎么样？会下降，或是你忙别的事，突然间忘了某一些家里的事，或是某一些物品没有存够量，你会发现，赶快去寻找。其实我们的信心有类似，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满满饱满的信心呢，但突然间又觉得好像有点软弱，感觉信心不在我的内心里面，感觉有虚空，或是甚至有点犹豫。那今天我们要分享是顺服跟信心的关系，特别有顺服才能有交托。刚刚我们诗慧给我们带领，我们唱了读了2段经文，我们等一下会在经文当中一起学习，一起复习哈。那信心跟顺服，牧师首先要分享大家一段熟悉的经文哈，虽然没有印在里面，但是你一定很熟悉这一段故事。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记载了耶稣他开始出来传道。那前面一段经文就是记载耶稣他在旷野被魔鬼所试探，1到13节，然后14节就开始记载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换句话说，好像耶稣就是在第4章所记载，他出道了，对不对？他一出道，就一鸣惊人了，而且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或是受到许多人对他的这个传道讲道非常的称赞。请记得，大部分都是会众非常的称赞，但是那些管会堂的那些教会领袖有一点心中不是滋味，因为主耶稣讲的天国的道理跟这一群教堂的领导者，或是当时社会，因为他们等于是宗教跟整个民族整体都合一的，所以宗教领袖也实质是他们那个乡里的领袖了然后后来这段经文就是大家很熟悉的2段，一段是耶稣他就来到他的故乡成长的地方拿撒勒，他也进到会堂，表示说主耶稣当时他也是遵照犹太人他们的礼仪习俗敬拜，也到会堂去敬拜。那这段经文就我们常常会引用到，他说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哇，这段等于是耶稣出来宣教的一个起手式，对不对？就是他的一个整个生命，或是整个要传扬福音的一个基础，或是他的一个呼召讲出来了，就引用了圣经以赛亚，那让这群管会堂的，让这群教会领袖知道说，我不是平白无故好像冒出来突然间爆发出来一个明星人物，我是按照旧约以赛亚书所宣告的所以我们指南执事就用这段经文4章18节成为他这个宣教据点的一个名称。那这段经文的后续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故事了这段经文是说，耶稣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坐下，会堂的人都
目睭金金的看，再看他。然后耶稣说：“今天的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然后众人都称赞他，稀奇他口中的言语。好啦，看起来气氛蛮不错的吧？而且他讲说，我刚刚宣告的以赛亚书的经文要应验在你们口中，看起来都非常的 OK 的，很好啊。但是呢，他宣告一句话，在4章24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所以，耶稣在拿撒勒讲道，引用了旧约圣经，看起来都很顺啊，大家都很喜欢哦。突然间，他插入这一句话，他说：“先知在本乡没有人悦纳的。”然后他就讲了这2个故事。我说这2个故事跟当时耶稣用这个故事挑战那些算起来算是老信徒了，要他们思考这2个故事的那个给他们一个挑战。他怎么说呢？他其实是讲了2个故事，一个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我先念一下，他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0.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没有奉差往他们哪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然后他就讲这一段，然后第2段就讲了，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哇，这个故事听起来就是引用圣经嘛，跟他前面引用以赛亚一样啊。但是奇怪，变化了啊。他说，会堂里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耶稣宣告以赛亚书，然后又宣告这2个故事。突然间，这些百姓就翻脸了。他说：“他们怒气满胸，就起来要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所以带他们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那不得了，怎么突然间？人讲春天后尾面，有没有听过？这个礼拜突然间呢，早上晒太阳啊，突然间下午冷得要死，把冬天的衣服赶快拿出来，变化那么大。他前面不是说众人都喜欢他吗？听他讲的话。”但耶稣已经先预言好了，他说先知在本乡没有受欢迎的，真的。后来又把他推到山崖去，要威吓他。但是耶稣那个时候很笃定耶稣就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是牧师先讲一下这个故事的一个圣经的经文的背景。但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耶稣讲了这2个故事。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0.6个月，遍地大饥荒，以利亚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好，看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明嘛，然后记载说，撒勒法的寡妇因为顺服，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因为神迹临到他身上。这个很特别。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个原来的经文就是引用在以利亚跟这个撒勒法寡妇的故事里面，有其中讲到说，3年6个月没下雨。好了，是开始饥荒的时候就发生了，说他们那边很多寡妇3年6个月没有下雨，许多人因为旱灾而饿死啊，所以呢，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出现。我也感觉有一点不大了解。发生旱灾，大家饿肚子，对不对？为什么有寡妇？男生呢？男生去哪里？到底是到远方去讨食物呢，还是战争而死？不知道，反正就是寡妇很多。耶稣特别提到说，很多寡妇，那表示家中都非常的贫困，甚至有饿死的风险。但他说他就是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那这个还有一个故事背景。这位撒勒法在哪个地方呢？是外邦人，不在以色列的境内，他是在推罗西顿的南方，有一点在地图上是北方，那边是外邦地区，是专门在拜
那个偶像巴力的，大概就是这个背景。但是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要让这些从小可能听圣经故事听了很多，以利亚的故事他们也很熟，以利沙的故事也很熟，但他特别提起说，那么多寡妇他们都不相信，不认识神，但是撒勒法的寡妇敬畏神，相信神，顺服神，所以这位寡妇被记在圣经里面。那些对话我们可以从圣经写看得更清楚，但是我简单说，以利亚奉差来到这个寡妇家，这个寡妇他们家已经全部可吃的东西都不剩了，是一点点面粉，一点点油。他跟以利亚说：“我没有饼，只有一把面和一点油。我现在捡柴，要为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你看哪有人这样的消极，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这是最后一餐，总是要吃一吃再死吧。但是竟然以利亚好像一个不速之客，而且是外邦人，平常他们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再来往了，那时间闯到他们家去，而且跟他讲说：“你去拿点水和饼来给我。”哇，你看，一个遇到生命绝境的人，竟然遇到一个不速之客给他要面粉跟这个饼，所以有一点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有一点这样子，就有一点觉得无奈直接先把那情形讲出来。但是以利亚对他讲一段话，他说：“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你先为我做一个饼，小小的饼拿来，给我一碗水。”就是这句话而已哦，为我做饼，一碗水。如果平常我家里食物很多，我们台湾有一句蛮温馨的话说：“咱家也无欠一碗一碗香滴。”有没有听过？以前的人很好客来一起吃啊，不先讲就来，还是有饭可以吃。但是这些寡妇是遇到绝境了，就剩下这一点面，然后吃完了就准备挨饿，甚至要死亡了。但是竟然以利亚给他讲说：“你给我一个饼，给我一碗水。那代价不是代价，你的应许是什么？”他说：“坛内的面不减少，饼里的油不短缺，然后直到耶和华使雨降临在地上的日子。”哇，这个是很大的挑战。我是吃最后一餐比较好呢，还是给这位以色列来的来宾吃呢？而且以利亚讲的这些话是超乎想象，不是说你要给我要一个小饼了，我如果有怎么会吝啬呢？他讲的是后段话说：“你给我做饼，你就会坛里的面粉不减，油也不减。”完了，那这个我要相信你吗？突然间跟我讲这个话，哇，这个太大的挑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天人交战，一个顺服接受，还是你抗拒？因为其他寡妇也可能这样子拒绝他。好了，然后这位寡妇以信心跟顺服的态度，不顾自己在旁哭闹的孩子，做好了饼，真的给他吃。好，这个以顺服来证明他的信心，这个故事在这边。然后我们知道，用信心来顺服并不容易。寡妇做好饼，招待以利亚吃也喝，因为他的顺服，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了。那我们看到，在旱灾的3年6个月，坛里的面不增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神迹临到他。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真的是哪里有信心和顺服，哪里就能经历主。请记得，刚刚我提到，这故事在圣经的神迹故事很多啊，但是耶稣为什么会对拿撒勒这一群他很熟悉的信徒讲这个信心的故事，而且还讲一个外邦人的女子的故事？然后拿撒勒的会堂的人气得不得了，把他赶出去。你会不会觉得里面有一些挺奇怪的事，对不对？
耶稣又讲了第二个故事，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大麻风的。他说：“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耶稣讲这个故事真的有铺排耶！你看，以利亚就是以利沙的老师嘛，他的师傅嘛。以利亚碰到的事情是饥荒，一大堆寡妇，就只有这一位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相信。好了，以利沙的时代是哇，更可怕，因为他们的国境很多人长大麻风。你知道大麻风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前的一种很特别的疾病啊，因为现在医学发达了，我们台湾的大麻风的那个传染病已经被消除掉了。以前在台北，在乐山疗养院，有很多人是因为得大麻风去那边被照顾，因为家人很害怕排斥他。在古代更可怕，他们几乎就要被丢弃了，也没有什么安养中心，也没有什么园区来照顾他，就把他丢在可能一个山谷或是一个山洞，然后你在那边存活。我家人勉强拿一个东西丢给你，还不敢拿给你，因为那个时候一看大麻风就会生类似皮肤病，然后整个手脚开始腐烂，很臭所以那个是非常可怕的病。然后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以顺服来证明信心。这位乃曼将军，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的时代，当时以色列有许多大麻风病，没有人相信上帝能洁净他们的大麻风病，反而是常常攻打以色列的叙利亚北方的一个国家，他的大将军叫做乃曼。他虽然是将军，但是也罹患了大麻风。疾病瘟疫不会挑人的啦。好了，那这个将军得病了，为什么会被记在圣经里面？因为有一天他听到他从以色列掳来的小女子跟他的祖母讲这一句话，在他旁边讲这句话，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以色列的以利沙先知，只要以利沙为他祷告，他的病就必得到洁净。这个时候乃曼，你说病了就赶快去求医生他到处努力乃曼真的听了，真的就大阵仗，因为他是将军嘛，人前人后一大堆人马，然后就听小女子的话去找以利沙。那问题来了，他真的有来，看起来还不错，不过状况发生了，以利沙不见他，那不得了！我作为一个将军来看你这位老师你连接待我都不接待，还连看我都不看我。他反而叫以利沙叫一个仆人去跟乃曼说：“你去约旦河洗7次澡就好了。”看来很简单的事，对不对？但是人就是骄傲。他从叙利亚来到以利沙他们的家，没事，他就求医若渴嘛。但一听说要在我让你们家的这个约旦河洗，那我就不信了，不得了了。他说我的故乡，我的国家，河大的不得了，水清澈的不得了，干嘛要来你们的约旦河洗呀？所以问题不在于河大不大，水清不清呢，是因为这一位乃曼他的自尊心以及他的骄傲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关键点，还好有他的一个部下跟将军说：“将军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可以让你得医治，你难道不做吗？何况是洗个澡，平常人都要做的嘛。所以何况你只是去做沐浴而已。意思说，如果这位先知叫你做大一点的事，你为了得医治，你一定会去做，何况是一个区的洗澡的事啦。所以不是他愿不愿意去洗，我们人都要去洗澡但是就是光为了说，你干嘛不见我？干嘛不亲自来医治我？干嘛叫我来你们这边？他如果从他心里面讲，可能是你们这条
很像台南运河一样啊，一个小水沟而已啊。问题在这里，骄傲竟然让他生气起来。但是当他的部下跟他讲这句话，他马上冷静下来。乃縵听了部下的劝告，就回心转意，走到河里，照以利沙所做的，在约旦河沐浴7次。结果他说，他的肉、他的皮肤复原的好像小孩子一般，得着洁净呢。好了，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为什么讲以赛亚的书，然后又讲这2个故事？其实从牧师的领受是，这一群拿撒勒人，他们从小都知道这些故事，也常常听这些圣经的老师跟他们讲这些信心的故事，但他们只把它当成故事，没有真正的接受，没有真正从故事里面那个精神去拿到了。所以耶稣讲了代表旧约的事件，我们在这神迹当中发现，竟然是一群可能没有听过这些圣经故事，或是他们不相信神的外邦人接受了。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刺激啊！给我们一大的刺激。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去感受呢？信心不是说刚刚我讲说你受洗了，信心都一直在，有可能你像温度计一样，像这几天的天气一样，有可能像你的那个行动电源一样，你的手机的电源一样，起起落落耶。你怎么样一直保持满格呢？这些拿撒勒的会众没有办法去点动他们的心，竟然是把耶稣赶走。弟兄姐妹，乃縵听了部下的劝告，去洗就得洁净了。耶稣在拿撒勒会堂教训，他都是这一个外邦人接受。上帝借着这些神迹向我们显现他的旨意是什么呢？是提醒我们，特别我们现在每一个都是在座的都是基督徒，在座的是那个很历史很久我们的老信徒了。但是即使你是被上帝拣选的百姓，你如果不相信、不顺从，上帝不会帮助你。就怕是我们心已经没有活力了，硬了，就像拿撒勒会堂的那群老信徒一样，那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也在提醒我们不要只认知，但是没有行动，没有去顺服或是去接受。反而呢，你看，即使是跟上帝选民为敌的外邦人，只要是敬畏、信服、顺服他，他仍然看顾。很有趣，耶稣讲了旧约的故事，我们等下会看到耶稣亲自经历的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跟马大的故事。不过我们先复习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期待上帝的充满，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句话我们曾经很多人祝福的话常常会引用，很多人讲道也会引用这种经文。但是如果你把那个经文稍微做一点前后铺排，你会发现说，上帝讲这句话是有下面的一个接续的。81章诗篇10章10节到11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你请看这一段话，如果我们送给别人，你会发现说：“哇，真的要这样子做啊！大大张口，我就要给你充满。”换句话说，你要勇敢的向神呼求，我就供应给你，我就给你成全。但是这个诗篇后面的话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上帝是在提醒我们，他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我要给你，但是你不听。”他说：“以色列全不理我。”这些都是老信徒老百姓呢。我们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跟提醒呢？好，那这个是接下去的第12节，他说：“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换句话说，你是一个老基督徒，你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很久的人，但是你不听神的声音，
他说：“那我就让你任意而行，然后你心里刚硬，自己做自己的，然后没有成就，或是走冤枉路，或是最后失败来告终。但是神哦，他不离弃，他的应许跟爱还在。13节说：甚愿我的民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了哈，我们重要的一个起点。我们做一个反省，我们每一位在座有的信主好多年了，从小就信主了，请我们一起提醒说，我们不听从上帝的声音，就无法顺从上帝。上帝对他的应许是绝不食言的，就像刚刚诗篇所讲的，我要为我的百姓预备啊，我要我的百姓听从我啊，肯行我的道啊。当这样，你们大大张口，我就跟你们充满了。但是我们要反省，其实基督徒久了之后，常常会陷在那个自以为是、骄傲啊，以为按照自己的常识判断，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然后要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知识，或是用自己的人脉去解决事情。那常常是我们自己要去提醒自己的哈。然后在嘴里说相信主的人，却不听也不信上帝的话，上帝就无法显现在我们当中。换句话说，我们常常要去提醒、去验证，我们到底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现在像拿撒勒百姓一样？所以有一个描述说，不顺服是死信心的别名了。你不顺服，这个信心是死的，因为你知道，也会讲，也会听，但是没有做。不顺服就是没有做。所以对顺服的对象的信心掺有一点杂质，就不是全然的顺服，神的作为就没有办法完全的信行。因为这个也为什么说我们常常会做一个比较，说啊某某人他怎么常能讲这个见证的故事啦？神怎么老是那么爱他，老是都应许他的祷告，我怎么都没有？其实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真的这样的信，这样的接受，这样的顺服，也这样的交托。所以我们来对照马大他的信心旅程。马大的故事我们也很熟悉，但是我们简要来说，马大的弟弟拉撒路因为患病而死，在寻求耶稣医治的过程，他的信心有起起伏伏哦。那我们刚刚读的这段是主要的经文了哈，从第10节到第26节。那我们说一个简要的述说就可以。马大看到耶稣是先埋怨，他不跟耶稣求哦，埋怨为什么？因为已经4天了哦，不得了。而且他会讲4天，是说明明我的弟弟在病，我还请人家去邀请你赶来，但耶稣就悠哉的继续他的行程，他也没有改变行程，也没有赶快叫一辆救护车赶快赶过去，都没有。其实这个也算是耶稣在验证一个信心的过程了，因为耶稣知道拉撒路不会死，会复活，但是他就是要走这一条路径，让马大跟他的妹妹玛利亚去经历到信心的功课。所以呢，圣经里面在对话过程中，耶稣以信心的原理来说，他跟他说：“这个拉撒路不会死啊。”11章23节说，耶稣告诉他：“你的弟弟一定会复活。”马大还回答他怎么样？对啊，我知道他会复活。他不是讲这个复活，他是末日。他说末日要复活。但耶稣就告诉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要活着；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在质问这个马大。弟兄姐妹，我们从旧约那2个故事，在印证到耶稣所亲自经历的这个马大的故事，我们可以说，耶稣在讲那个信心的故事，有点他在讲第4度空间，那个属灵的事，那看不见的。但是马大是用他的尝试，用他人生的体验说，一个死去4天的弟弟，你还在讲说他会活着。他只是没有开口说你讲喊过，你骗我。
所以他就回答说是末日复活，我相信啦。但是明明他已经死4天了啊。好，那耶稣已经知道拉撒路复活，所以圣经有记到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耶稣哭了。那很多圣经学者说，他提这个怜悯拉撒路，所以在墓前哭，这是很合理。但是有人会解释说，耶稣知道他会复活啊，他不会死啊，这样的话为他哭有什么怪怪的，对不对？所以有人这样解释说，他其实是为马大跟玛利亚他们当时信心不足来哭。有点场景说，哇，你们这3姐弟是平常我最关心的嘞，平常很认真在陪伴你们竟然在这个时刻一点信心都没有，所以为他们而哭。当然这2个解释都可以通了哈。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是主所说的。那就是耶稣也讲说，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你相不相信？所以马大等于是忽略了耶稣的心意。耶稣借由慢慢没有准时到，或是说没有提早到，让马大去经历了这个信心的功课。他要赐给相信他人最大的幸福，所以因为这样，耶稣感到心里难过了哈。所以耶稣才说：“我不是对你说吗？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还好，马大跟玛利亚因为看见耶稣的痛心而心疼，就明白耶稣的意思，所以后来他有改变心意哦。为不相信耶稣而悔改，所以他们改变了心意，选择了相信。约翰福音第11章的这个26节，我们读到27节，马大这样说。马大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就是那要来世上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边，我们读今天的主题，我们会看见说，不要先说你是老基督徒，你对信仰认不认识，而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基督徒信心的功课。不是我已经有了，好像我有一个 credit， 我也要有这个信用，我现在就有。有时候你是被试探的，你是被引诱的，或是你是软弱的，就像马大一样。所以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所以相信要跟信心相称的行为，证明你的信心呢。换句话说，信心是行出来的。所以先看不见，你相信，然后相信又行出来，哇，那个形成就很特别。我们长老教会的创始人叫做加尔文，他讲过一句话说：信心就是闭上眼睛，努力聆听，跟随上帝要我们全然的顺服。这是加尔文的教导。另外一位第二次大战出名的牧师潘霍华，他讲说，信仰是顺服主的命令，顺服。那人就是因为第一个，你有知识，你有经验，你有理智，你有自尊心，甚至有骄傲，所以很多事情你发现不合理。3年6个月，饼跟油都没有欠缺，理智上你接受吗？到约旦河洗个澡，病就医治，你接受吗？弟弟死了4天了，耶稣说他会活，你相信吗？换句话说，已经都超出我们人的理智跟科学的范围了。那其实很多信心就是超出这一些，才叫信心嘛。神迹就是超出这一些才是神迹嘛。一个现代的牧师叫麦戈登牧师，他讲说，顺服是开启每一扇门的钥匙。顺服，所以有时候单纯的心反而很简单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你有很多自身的经验跟那个知识，反而会让你卡住顺服的故事，有一个故事是征服人生的圣母峰，美国第一位登上圣母峰叫做吉姆·惠塔克。他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当时组了一个登山队，然后在整个移到那个尼泊尔，就是圣母峰的山下去做高地训练。哇，很认真大家都很严格，都是身强体壮的是很有经验的高山登山专家
这位就是那一位第一个登上圣母峰的，这个是他圣母峰的留下的照片哈。那这位登山队在尼泊尔做训练的时候，尼泊尔的导游就开始对这群人讲话。他说：“你们想要登顶的话，就要完全信任我，跟随我。”哇！这些登山队员一听这句话，说：“哇，怎么那么臭屁呀？哇，你这个向导，我是出钱请你来的，你讲说一定要接我的，好像觉得他很骄傲，对不对？”所以登山队人不客气的就回答说：“这个没大脑的家伙，我们为了征服圣母峰，经过多少年的训练，而且是当时最好的装备，你竟然说你是一个登山导游，叫我听你的，不像话！你看。”骄傲一出来了，他们骄傲不听导游的话，但是惠达克回答说：“我很想登山，我想登顶，我会全力配合。”这故事怎么说呢？就是到最后，就只有相信导游、跟随导游的惠达克登顶，其他的人装备好、体力好，但是在山上那个环境他没有走过啊，很多看不见的挑战他们没有经历，所以。他没有跟导游，他就自己来，以为自己能够克服，所以到最后都不成功。因为顺服惠达克成为美国史上首位征服圣母峰的人，是因为不是他的体能跟他的那个操练比别人好，是因为他谦卑、信任、跟随导游登上荣耀圣母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故事感到一个教导，就是。相信主就是拥有谦卑的心了，骄傲的心没有办法全然让我们信靠。谦卑的人不会靠自己的思想和判断，是要全程仰望。换句话说，你的理智要去交战，因为我的理解、我的经验，3年6个月，约旦河，弟弟已经离开了，你还要交托吗？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心跟顺服，再加上行为，就是交托，是在我们信仰生活中一再强调的重要因素。上个礼拜我们说看见，是你先掌握住，这个时候是你愿意接受神的带领。所以靠恩典生活的人是信靠主，将一些重担都卸给主。换句话说，你不要自己盯着，或是把自己的重担一直背在身上，而是说：“是的，主啊，我交托你，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得安息，你信的你就得安息，没有就重担一直背着。所以，在世上生活的人，有人过得很艰苦啦，哇，苦读一大堆，但有人是生活的非常平安稳妥，祝福满满。看起来如果去分析，这个人也没比你厉害，这个人没比你有钱，这个人也比你知识高，但差异在哪里？是因为取决于你信靠的对象，你有没有信靠，你有没有交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迎接50喜年，我期待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复习，或是来做一次检验我们自己信心的功课。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顺服，有交托？所以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富强人都能够用信心、顺服、交托来经历上帝的荣耀，靠着主的恩典而活。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诗歌。这首诗歌刚刚我们的敬拜